洪台伫今仔透早4:20对桃园的新屋出海。桃园虽然雨较细咯，也毋过佮还未脱离暴风圈。第7线的山区，佮有一寡小规模的崩山、甲水崩山目前嘛过会封路。凯美风台为全台湾带来丰富的雨量，伫石门水库集水区累积的降雨量超过400毫米，水库的欠水率为50.5%起悬到80.4%，水位上悬到240公尺。水位都不到1/3啊，后来到37点几、48点几，这一次台风赚吃饱了，现在水都吃饱了。水库的蓄水量呢，已经达到1.6亿立方公尺，那水位也已经到达240公尺，那蓄水率呢也提升了30%，达到80%。针对风台带来真侪水量，北区水资源分署对了进行调节性放水，确保水库预防大水的安全。嘛，伫早起启动阿母坪防积沙水道冲洗，顺利将10万吨的水库积沙冲出去。虽然凯美风台已经第25早起4:20为新屋区附近出海，市长张善政也是提醒，虽然雨有较细，毋过还未脱离风台的暴风范围，要继续警戒。伊嘛，佫说明放风台假的标准，只要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，我们市民朋友如果上班上学，外出有风险的话，我们就会放假，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。风台大水雨，福兴山区大汉溪水源头的溪水涨悬，第7线山区路段沿路也是有石头一直放落来，还有透明沟的现象，所以还佫伫咧预警封路。目前港务段当专业伫清除，但确认风台暴风半径脱离了后，港务段会顺势第7线的路线安全无问题了后，再佫发布解除封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